据报道，东突厥散伊宁市许多酒店已被隔离，并配备了维吾尔医生和护士。在武汉爆发的肺炎病毒已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中国当局却在试图掩盖武汉病毒疫情。尽管中国一直进行对外宣传，发布虚假消息来掩盖真情，但中国的谎言正在暴露。消息人士称，根据伊犁省政府适应紧急工作的决定，自上月底以来，包括伊宁维吾尔民族医院在内的所有医院的维吾尔主要医生、护士和医务人员一直在隔离区昼夜工作。4月2日，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有1200名被称为所谓教师的中国人通过免费火车从中国带到东突厥斯坦。据报道，来自中国湖南省的成千上万的汉族人通过专列火车运送到乌鲁木齐。在河南火车站拍摄的视频中，汉族人身穿红色帽子，拿着当局提供的免费火车票，等待在22小时内到达乌鲁木齐。同时，中国媒体正在促进汉人移民到东突厥斯坦，并承诺将提供免费住房和土地以及就业。中国共产党政权一方面以就业为借口将东突厥斯坦人迁至中国各省，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将失业、贫困的华人迁至东突厥斯坦，改变了该地区的人口结构，并加剧了中国化。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在武汉冠状病毒爆发后，深圳成为了第一个在中国决定禁止消费和销售猫和狗肉的城市。最近，中国一家餐厅的老板向媒体透露了该国狗肉业的严峻现实。据报道，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在中国南部拥有一家狗肉店。他声称，一些饲养员正在饲养成千上万的幼犬，以供食客食用。这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厨师说，一些卖狗的人为他们的菜单专门饲养了成千上万的幼犬。该男子说，在我来自的广西和雷州，有很多人吃狗。广西的一些人专门像养猪一样养狗。中国广西省举办榆林狗肉节，在世界许多的地方被批评为野蛮行为。据媒体报道，有大炮之称的中国房地产老板任志强因发文批评习近平而失踪。任志强的朋友表示，他的失踪看起来是中共在武汉病毒疫情中加紧镇压批评声音的最新动向。上个月，任志强在一篇尖锐的文章中写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一个权力饥渴的小丑。他说，执政的共产党对言论自由的严格限制加剧了武汉病毒的流行。任志强在文章中并没有提到习近平的名字，却直指习近平是一位脱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宣称中共应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并像1976年打倒四人帮那样打倒阻碍他前进的领导人，结束文革动乱。此前，他因为批评中共的媒体政策而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他的微博账号也被封闭。在美国，武汉冠状病毒流行最为严重的纽约州州长科莫在新闻发布会上评估了最新情况。他说，作为一个国家和州度过最艰难的期时，他一生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危机。纽约州长科莫4月4日表示，当地在过去24小时内再有603人死于武汉冠状病毒，创下单日新高。他指情况接近高峰，但仍需时间才可见到疫情回落。科莫指，纽约州至今有3565人丧生，确诊个案超过113704宗。指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的情况最令人堪忧，形容当地的病例像火一样扩散。另一方面，在美国死于武汉病毒流行的人数在最近24小时内增加了1105至7163。